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最近行街唔知大家有冇發覺，以前開到周街都係排隊排到天荒地老嘅某啲鋪頭，而家竟然一間跟住一間咁閂門大吉。你真係冇聽錯，最近有個數據嚇死人，話一年執1萬間，聽落去好似好誇張，但如果你每日有出開旺角、銅鑼灣或者尖沙咀行街，你就會發現呢個絕對唔係危言聳聽，而係正喺度發生緊嘅殘酷現實。以前真係紅到爆，全城追捧，甚至連班財經專家同埋班大老闆都話個個開刀賺錢。邊個會估到短短1年之內，個市道會好似坐過山車咁直接衝落谷底，全城陷入咗一股前所未有嘅執笠潮。尤其是以前被視為中產象徵、高級消費代表嘅啲貴價日本嘢食，而家真係玩完啦，完全冇人幫襯啦。其實諗返起幾年前，即係大概2019、2020年嗰陣，香港嘅餐飲業尤其係日本料理，真係風光到不得了。嗰陣時因為疫情，大家冇得飛日本，全香港人好似報復式消費咁，將對日本嘅思鄉之情全部投射晒落去本地嘅日本餐廳度。你求其行入一間稍微裝修得靚少少嘅居酒屋，或者主打高檔壽司嘅鋪頭，人均消費喐啲都要700-800蚊，甚至上千埋單，但依然係一位難求。大家仲記唔記得嗰陣時最流行嘅廚師法辦，即係所謂嘅 omakase，一餐飯一個人食夠2-3千蚊，都要提前成個星期甚至1個月去訂位。嗰個年代開日本餐廳好似變咗印鈔機咁，投資者見到好賺，資金瘋狂湧入，盲目咁擴張，乜人都話要分一杯羹。2021同2022年可以話係呢個熱潮嘅最高峰，街頭巷尾，無論係大商場定係條街嘅後巷，總有一間喺左近。當時啲人幾多歲啊？20-30歲嘅年輕人，40-50歲嘅中產打工仔，個個星期5放工都話要去食餐好嘅日本嘢放鬆下，全城都充斥住一種只要你開日本餐廳就實賺大錢嘅盲目樂觀氛圍。點知去到2023年同2024年，成個風向開始變啦。隨着世界各地全面通關，香港人憋咗幾年嘅旅遊癮大爆發，個個一放假就買機票飛去東京、大阪、福岡，直接去當地品嘗正宗又平靚正嘅日本料理。當你發現喺東京食一餐頂級嘅廚師法辦，換算返港幣可能只需要1000零蚊，而喺香港食同樣質素甚至差1截嘅嘢要俾雙倍價錢嘅時候，大家個心自然就會做比較。更致命嘅係2023年8月份日本開始排放福島核污水，呢個消息對於香港嘅貴價日本嘢食嚟講，簡直係毀滅性嘅打擊。雖然特區政府即時禁止咗日本10個都縣嘅水產品進口，但消費者心理上嘅陰影一時間根本抹唔走。好多原本好鍾意食刺身、食生蠔嘅客，因為擔心健康問題，一時間全面對日本菜止步，或者直接轉食其他菜系。對於那些主打高檔、強調每日由日本產地直送航空件嘅高級壽司店而言，這無疑是雪上加霜。你嘅成本因為要從其他未受影響嘅都縣兜路運過嚟而大幅上升，但你嘅客人卻因為恐慌或者嫌貴而大幅流失。呢個兩頭燒嘅局面，直接將好多原本表面風光嘅餐廳推向咗絕路。入2025年到而家2026年，呢個惡性循環直情演變成一場災難。大家行經啲核心商業區或者購物熱點，好多以前要排長龍嘅鋪頭，而家一到夜晚7-8點黃金時間，入面竟然冷冷清清，得返小貓3-4隻。以前啲人常話民以食為天，餐飲業點都有得做，但而家現實話俾我哋聽，當市民嘅消費模式出現根本性轉變嘅時候，以前嘅黃金定律全部都要打破。家陣香港人最流行嘅活動係乜嘢？唔係留喺本地消費，而係每逢週末或者長假期，就成群結隊咁北上深圳、廣州消費。深圳嘅餐飲業近年發展得非常成熟，無論係服務態度、裝修風格定係食物種類，都俾到香港人好大嘅新鮮感。最緊要嘅係乜嘢？係性價比啊！喺香港食一餐稍微似樣少少嘅日本嘢，2個人分分鐘要成千蚊。但如果將呢筆錢帶上去深圳，你可以食到一餐極其豪華嘅潮汕牛肉火鍋，
或者係非常精緻嘅新派中菜，甚至連當地嘅日本料理、燒肉店，價格都只係香港嘅1/3到1/2。在港元匯率持續強勢，人民幣相對算係平嘅情況下，香港人上去消費，覺得自己變咗大爺，自然越消費越開心。相比之下，留在香港食飯，往往要面對部分餐廳伙計因為人手不足而擺出嘅黑面，急急腳趕你走嘅限時入座規矩，仲有嗰個加一服務費。消費者用腳投票，大家自然選擇將賺返嚟嘅辛苦錢留返喺外地或者內地市。這種外流嘅消費力，直接導致本地零售同餐飲市道出現咗斷崖式下跌。你話一年執1萬間，平均計返一日就要執成20幾30間鋪頭，呢個數字聽落好驚人，但背後折射出嘅係整個商鋪租賃市場同埋生意生態嘅崩潰。好多喺2021或者2022年市道最旺嗰陣簽落3年長約嘅鋪頭，去到2024同2025年底合約期滿，面對住營業額暴跌50%甚至70%嘅慘況，根本冇力再承擔高昂嘅租金、人工同埋水電開支。就算部分良心業主肯減租1成2成，對於一間一日都冇幾個客開單嘅高級餐廳嚟講，都只係杯水車薪。好多老細頂到合約期滿，或者索性賠錢提早離場，因為佢哋睇唔到前景。以前大家覺得做老細好風光，30幾歲、40幾歲創業開間餐廳當副業，點知最後將自己辛辛苦苦儲落嘅幾百萬積蓄全部倒晒落鹹水海，仲要爭落一身債。另外，香港本地嘅人口結構同消費主力層嘅轉變，亦都係一個唔可以忽視嘅因素。近年出現嘅移民潮，帶走咗一大批最具有消費力、年齡介乎30多歲到50多歲嘅中產家庭。呢批人原本係最捨得花錢食高檔日本嘢，帶埋屋企人去好餐廳慶祝節日嘅核心客群。佢哋走咗之後，留落嚟嘅要麼係年紀比較大、消費偏向謹慎嘅長者，要麼就是剛剛出嚟社會工作、收入未算高嘅20多歲年輕一代。年輕一輩嘅消費觀念同以前大相徑庭，佢哋唔再一味追求名牌或者高消費來彰顯身份，反而更傾向於追求平、靚、正嘅體驗。特首、平價壽司郎或者係街坊小店，變成咗佢哋嘅首選。那些動輒2、3千蚊一位，要講究產地同師傅手藝嘅貴價日本嘢食，對佢哋嚟講唔單止唔吸引，反而覺得係一種交智商稅嘅行為。當一個社會嘅中產階層萎縮，而留低嘅消費群體又高度傾向於精打細算嘅時候，那些定位尷尬、高不成低不就嘅中高檔日本餐廳，自然就成為咗第一批被時代淘汰嘅犧牲品。我哋再睇睇經營成本方面，真係令到一班餐飲業老闆欲哭無淚。雖然話市道唔好，但香港嘅各項硬性成本根本就冇跌過。首先係人手問題，香港近年各行各業都面臨人手短缺，餐飲業更加係重災區。你請個洗碗工，人工叫到2萬蚊都不一定有人肯做，請個有經驗嘅日本料理師傅，人工更加係天文數字。為咗維持基本營運，老闆只能夠不斷加人工搶人，這直接推高咗勞工成本。其次係食材成本，雖然日本食材因為日元貶值好似平咗，但由於頭先提到嘅核污水禁令，香港餐廳要轉由其他地方進口，或者要經過更加繁複嘅檢驗同物流程序，導致運費同行政成本大幅增加。再加上香港嘅電費、煤氣費同埋雜項開支年年加，一間鋪頭開埋門，未做生意一日就要幾千甚至幾萬蚊嘅固定開銷。當你收入少咗一半，但支出完全冇減過嘅時候，你話可以撐到幾多個月？好多老闆捱到30幾40歲，本來諗住靠間餐廳安穩退休，結果因為呢一波衝擊，搞到要清盤結業，真係令人唏噓。更深層次嘅問題在於，香港整體嘅消費氛圍同市民嘅心態發生咗好大嘅轉變。以前香港人講究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賺到錢就盡情享受，買名牌，食好西，覺得咁樣先對得住自己嘅付出。但經歷咗過去幾年嘅種種起伏，加埋而家全球經濟前景不明朗，息口高企，樓市同股市又表現反覆，好多市民嘅財富蒸發咗一截。
大家對於未來嘅預期轉趨保守，自然就會將個荷包勒得緊一緊。大家開始奉行可以慳就慳嘅原則，非必要嘅奢侈消費一律冚咗佢。以前可能一個月食2、3次高級日本料理，而家變成半年先食一次，甚至索性唔食，改為去超級市場買些特價刺身返屋企加餸。當整個社會嘅消費心態由高調奢華轉向務實防守嘅時候，那些依靠包裝概念同埋高日價生存嘅貴價日本嘢食，自然就失去咗生存嘅土壤。呢個一年執1萬間嘅執笠潮，其實亦都係一個市場去泡沫化嘅過程。老實講，前幾年香港嘅餐飲業確實存在着太多泡沫。求其一間鋪頭，改個聽落好精緻嘅日本名，請個識講2句日文嘅師傅，將啲食物擺盤擺得漂漂亮亮俾人打卡，就可以收人幾百上千蚊。好多消費者其實根本分唔出嚿魚係咪真係產地直送，定係其實喺長沙灣批發市場配過嚟嘅。大家買嘅只不過係一種中產嘅虛榮感同埋打卡社交嘅需要。當熱潮退去，經濟回歸理性嘅時候，呢啲缺乏真正實力、純粹靠包裝同噱頭營運嘅餐廳就無所遁形。依家留落嚟能夠繼續生存嘅，一係就係底子非常深厚、擁有大批熟客嘅老字號頂級食肆，一係就係真正做到極致性價比、貼近大眾市民消費能力嘅平民連鎖店。那些夾喺中間、收費昂貴但服務同產品質素都對唔住個價錢嘅餐廳，被市場無情地清洗，其實係一種必然嘅經濟規律。不過話分兩頭，呢次嘅執笠潮對整個香港餐飲業嚟講，雖然短期內帶來好大嘅痛楚，有好多人因此失業，有好多老細破產，但長遠嚟講，未嘗唔係一個令行業重新洗牌、重回正軌嘅契機。以前因為租金太貴、炒風太盛，好多真正有心思、有手藝嘅年輕廚師或者創業家，根本無可能負擔得起旺鋪嘅租金，導致市場被大財團或者盲目跟風嘅投機者壟斷。隨着呢一波執笠潮引發嘅鋪租回落，部分核心地段嘅租金開始下調到一個相對合理嘅水平。這或許會為未來一些真正有創意、肯默默耕耘嘅本土餐飲品牌騰出發展空間。當市場唔再盲目崇拜貴價日本嘢，大家可能會將目光轉頭反落去如何做好大眾化餐飲，如何提升本地特色食物嘅質素，以及如何透過真誠嘅服務去留住客人的心。總括而言，一年執1萬間鋪頭嘅現象，絕對係香港經濟同餐飲業發展史上一個極其深刻嘅教訓。他明明白白咁話俾所有人聽，盲目跟風、缺乏核心競爭力、純粹依賴高日價同包裝嘅商業模式，在面對真正的經濟逆風同埋消費者觀念轉變嘅時候，係幾咁脆弱同弱不禁風。以前真係紅到爆嘅貴價日本嘢食，而家玩完冇人幫襯，這不單止是一家一戶餐廳嘅失敗，而係標誌着一個盲目消費、大把錢使嘅舊時代正式落幕。面對2026年咁樣嘅新局勢，無論係做生意嘅老闆，定係我哋普通消費者，都要學識調整心態，適應呢個以性價比、務實同核心價值為主導嘅新常態。只有真真切切咁做好產品，開出合適嘅價錢，提供貼心嘅服務，先有可能喺呢個汰弱留強嘅殘酷市場入面，揾到一條真正屬於自己嘅生存之道。